收看今天新闻吧，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一开始带您继续关心太鲁阁出轨案，已是第6天，救援作业接近尾声，出轨意外相关的细节仍是外界关心的焦点。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主委杨宏志表示，昨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对外还原408次太鲁阁号列车记录及事故经过，带您一起了解运安会的事故报告。和仁隧道。 从在里面出来，那各位来看一下，司机员看到什么？那目前所解读看到的这个工程车的资料，可以显示，其实在现场不止一辆车子，在这个作业当中，工程车这一辆有吊臂的只是其中一部，所以当天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人员。 跟车辆的状态，那么在9点20到25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它这个车子呢，其他车辆往工程车在前进，这是我们影像截取看到。那么大家比较关键是在这个9点28分50秒到9点29分，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很明显的烟尘，这个下面就是这个铁轨，那个大清水隧道那边铁轨，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烟尘浮上来，那个就是。 列车已经撞击到工程车之后，那么调查的初步发现呢，目前我们去找到跟它同一型号的这个同款的这个工程车但这个不是事故车辆，这是跟它同款，它上面有一个吊臂那这个车子他们的这个刹车其实他们都有改装过，我们是根据这个访谈这 Hino 原厂技师他包括手刹车都是有经过改装过。 这部工程车，它滑到铁轨上去的时候，离我们太鲁阁号撞到它的时间还有多久？其实就是1分多钟。第一个时间点，它在坡顶，就在靠近轮胎这一堆的区域。那旁边各位看得到有一个怪手在作业，这个是我们都很明确经过验证的资料。好，再来呢，这个工程车。 它就往下开，各位还有记得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工人的铁棚，你会看到一个铁棚，所以呢，它弯过这个铁棚之后呢，这个工程车呢，各位可以看得到，它的角度有点偏，有没有？它偏的结果代表它什么？ 它卡到树丛，工程车卡到树丛，这个1、2这边是我们精确掌握到的角度位置。好，那抱歉3这个是刚好没有那个资料，可是呢，到3到4，结果它会滑到铁轨上面。 先前有跟各位同仁报告过，滑下去的工程车，它的车头正对的和仁隧道的出口，所以它跟后面的太鲁阁其实是黑龙头对头的，而且它是向着前面的后面的照片有，所以呢，从2到5，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得到它发生什么事。 它就从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有滑落的边坡，那个留下来的光秃秃的位置非常清楚，当然我们这边还有采集到其他的证物可以印证是没有错的，它滑下来停留在这个位置，总共离太鲁阁冲上它的这个上面的话有1分多钟。各位看一下第8车 CCTV。 从这个和仁隧道从在里面出来，那各位来看一下，司机员看到什么？45、46、47停格了，但就是这边都是紧韧的，等于说他用手动全刹车去处理现在太鲁阁它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好，另外各位可以去看。 125就出仁和隧道，用125，允许的速度是130，所以我们的列车
都按规定的在行驶。这个是代表才刚开始刹车，不是？好，这个叫 fault call，ATP 开始产生错误讯号，那代表什么？有一些系统坏掉了。好，它开始有一些系统坏掉了，那代表它前面已经开始产生刹车了，所以这个不是刹车的开始点。好，所以千万各位不要去把它解释我们的司机员去刹车只有2844到47 ，no before that。如果以今天这种情况下，你觉得社维里挡不挡得住那一辆工程车？大家关心的是就好像我们在学术界的话，我们去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叫做理论性的，一个是理论加上实务。好，今天各位来看一下，在发生事故这个点，它的环境这个环境呢，你加上譬如说纽泽西护栏，好，所以你一个要问纽泽西护栏要不要固定，用多大的纽泽西护栏，一个一个问题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问题呢，在实务上，我个人来看不太容易去实践，除非你就像把台铁呢做得像高铁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太鲁阁408次列车事故发生已将近1周，台铁为表示对殉职司机袁纯修的敬意，特别派出专门列车运送他的骨灰坛回台中老家，象征返程完成下班程序。在场列车长、站务员皆面对车外鞠躬，特别鸣笛向恪守职位的袁纯修传达敬意，感谢他的努力，希望他可以下班安息了。好的，各位观众，台铁太鲁阁号意外事故发生至今第5天，而现场最新情况，一辆载有殉职驾驶员袁纯修的骨灰坛的自强号列车刚刚开到现场，然后打算告诉袁纯修说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可以看到车厢内也载有许多站务人员对着窗外做鞠躬的动作，象征送袁纯修最后一程。台铁太鲁阁号在上周发生严重事故，工程包商李义祥究竟在事发当时有打电话报案，成为关切焦点。花莲地检署6日表示，花莲119接获的第一通报案电话是名女性。此外，花检目前已掌握行车记录器送专家解读中，检方已陆续传讯超过10人。由于在场不止李义祥一人，未来也不排除增加声押人数。对于外界关切李义祥在事发当时是否有报案，检方有无调阅通联记录等问题，花莲地检署检察长于秀端指出，目前资料并没有他报案的资讯，涉及侦查内容部分不便说明，只能说第一时间已查扣火车和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并陆续分析解读中，所有状况检方都有掌握和查证。依照花莲县消防局报案记录，2日上午事故发生后，最早的报案电话并不是李义祥打的。据了解，第一通电话时间是9点31分，对方是一名女性，但口气紧张，说不出自己在哪个位置。随后便涌进多通119电话，报案民众大多都是口气紧张，不清楚自己的确切位置。
而后来，一名男子电话中口气感觉稍显镇定，研判应该是脱困民众，并有提及到清水隧道洞口民。经过不断与报案者来回的对话，确认事故地点过后，才出勤救援。由民间团体与国民党一同推动，包含护早教、反莱猪、公投绑大选、重启核四等4项公投案。原本预计本周6举行街头宣讲活动，因2日发生的太鲁阁号出轨事故，举国悲痛的关系，国民党在6日决定暂缓至少1个礼拜。媒体追问后续何时会启动街头宣讲，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民表示，要视台湾社会恢复的情况而定。王玉民表示，台湾仍未从太鲁阁出轨案中恢复过来，事故真相追究，死者及伤者的抚慰工作也还在进行。这个时间点不宜举办太政治性的公投宣讲。他更补充，国民党在会议中确定未来要办超过500场街头宣讲活动，即便首场宣讲延后，党内仍会持续筹办。对于记者提问，民进党方面传出会提出和国民党民团诉求完全相反的对案。王玉民表示，今天的会议并没有针对这部分研究，但第1场公投小组会议有提到，就国民党掌握的资讯，民进党倾向不提出对案，公投维持目前4案相较单纯，国民党会按照原本目标持续冲高8月28日公投的投票率。带您关心中国新疆棉议题尚未落幕，不只让港澳台艺人纷纷表态，欧美各国更是对中国长期迫害少数民族与其宗教信仰表示不满。究竟国际品牌在面对市场与良心之间该如何做抉择？请专家带我们持续关心。那这次的事件啊，其实很单纯，它就是国际品牌啊，并不希望自己的生产商品的来源染上鲜血，就如同过去的电影《血钻石》一样，那是用着各式各样的高压统治与人权欺压所换来的一切，这并不是拥有国际社会责任的品牌所乐见的。那消极的不使用该地区的原物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到最低的限度。但此选择却又再一次击碎中国网民的玻璃心，认为这又是一次辱华事件。除了不断的破坏与抵制该品牌之外呢，演艺人员更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人民币而低头，纷纷跳出来宣布与这些大厂牌切割。毕竟品牌的影响力再大，也没有人民币来的亲近啊。那我们所购买的每一项商品，支持的每一位艺人，背后都有其狭带的价值观选择。那这些告诉你，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的人啊，其实都在一再的洗脑你，既要赚取你支持他们的利益，又不希望抛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说服社会大众。当舞在跳，马在跑，谁还关心人权的问题啊？那中国新疆棉的议题持续发烧呢，不只让港澳地区的与台湾艺人纷纷表态，欧美各国更是对中国长期迫害少数民族与其宗教信仰表示不满。那每当有外媒前往现场采访，只能出现在特定区域采访特别受到训练的代表人。媒体只要稍微出不上黑暗面的结果呢，就是立即被逐出国家。那以前阵子在全世界掀起风潮的 Clubhouse 为例，当时第一时间也并未被中国禁用。而当台湾开了一间房间，叫做西藏语新疆的朋友，我们想来找你过来聊天，或是两岸青年大乱聊之后马上就遭受到封禁那极力掩盖真相，是不是就代表不存在呢？许多为其辩驳的人总喜欢说，哎呀，新疆现在很好根本没有压榨少数民族的事情出现，甚至还有人拿着几年前由政府同意的样板影片在镜头前面强调着美好，哇，说这边的人每个人都很快乐，收入也都很稳定，更是要感谢党的栽培，因为所有的不好都被掩盖，所以就是这么一切都很好。那这些人也是这么相信的。你就想，当初香港爆发冲突时他们先是质疑这是一场由国外势力的操作，甚至否认其存在。而当新疆营的记录透过外媒报道之后呢，他们也认为这是国外势力一种恶意打击，如同疫情在武汉爆发一样，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就像蝗灾、旱灾、水灾等一切天灾人祸都不是真的反正中央没有报道，网络上没有讨论就不是真的。
最可悲的是啊，当一个国家的发言人行为更像是小学生一样啊，当国际不断质疑政府的黑幕，质疑新疆棉背后的人权价值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华春莹除了坚称强迫劳动并不存在，甚至拿着美国黑奴的照片进行比较啊，这感觉很像是中国这位学生啊，在高中的时候上课讲话被风纪股长记到之后啊，拿了一张照片出来说，你小时候也有被记过哦，所以你不可以讲我。先不说啊，1863年之后的历史就已经完全释放所有的奴隶，其中更是包含黑奴，而美国更是在之后出现了黑人总统奥巴马，执政长达8年，对于国家的民族融合更是持续的往前推进。我就想问啊，何时新疆才能出现一位总书记啊？新疆集中营与人权的问题啊，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西方媒体早在过去就有诸多的讨论与新闻专题的报道，试图揭露这一块中国政府不能说的秘密。然而，在机警的严密防护之下呢，仍有只字片语、影像片段外流，甚至有许多的当地人啊，透过媒体将新疆亲友的实际情况传出来。那一切的一切啊，在少数人的眼中都只是虚幻。他们宁愿相信中国政府所编织出来的中国梦，相信中国蓬勃发展，经济要成为世界无法或缺的体系啊，也相信中国在防疫上的优异表现，相信歌舞升平国家不曾存在任何的反动以及抗议的声音。只要一味的消弭这些不满的声音啊，中国就永远继续是一个王朝，永远是那个众人都需要前去跪拜的天朝，就像历史中的清朝一样啊，用着各式各样的谎言以及欺瞒的数字来催眠自己，最后在8国联军进去清廷中央时，这才发现原来国力萎靡不振，甚至只能动用义和团来协助啊，那最后当然是一团糟啦。我们常说有光的地方就有黑暗，但中国从来不愿正视黑暗的存在，那就像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不断试图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外不断吹嘘自己的攻击，积极想要表现，但一旦啊人家与他意见不同呢，便突然发怒啊，甚至扬言要攻击对方，坚持大家只能相信他美好，而不能去质疑他的一切，否则啊你就是反动势力，就是造谣，就是抹黑啊。时间久了，自己未必会信任这一切，但只要信众相信啊，这就全然的没有问题。就好像中国的鬼才导演姜文所拍摄的第4部电影《让子弹飞》中的经典台词啊，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木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他妈的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他妈长着麻子。这句话的潜台词啊，其实就诉说的失去辨识的人民呢，只愿意相信这个社会的极善以及极恶，而天平的两端正好就是代表了西方以及中国。极恶的西方 vs 极善的中国，因为西方是极度罪恶的，所以他们连名字都不应该有一个正面意义，更别说理所当然的在脸上充满了麻子。那一个坏人啊，就该连外表都坏透了。记得，如果在你的世界，任何人事物都只有单方面的好跟坏，那你就失去了辨别以及思考能力。就像我每当提到特定的艺人跟国家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护航，即使你将这一切资讯放在他眼前啊，他根本不愿意去听，也不愿意去看，更不愿意去相信啊。那沟通再多也不会有成效，因为他从来不是来沟通，不是来交流的，他只想要大家都相信他，只愿意听他的。资深篮球国手田磊篮球生涯的最终战在4月4日告终，所属球队梦想家在赛后为他举办退役仪式，场面相当温馨。除了过去队友以及家人对他说了祝福的话，他本人也一一感谢过去曾经帮助支持过自己的人。带您一起来看。田磊转型正，我想他非常的适合了。我觉得蛮适合他的啊。他要往球队的行政发展是非常适合。我觉得他一定是可以胜任的非常好的。我们看到璞园这边有陈信安、毛家恩这边有很多的例子，那所以他也是属于高富帅的，所以至少他有一些看得比较远，因为他身高比较高嘛，至少眼光看得比较远，所以在行政这一方面，当然行政是他虽然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处理，可是我觉得他的眼光啊，应该可以看得蛮远的。所以应该是蛮适合的。人很活泼嘛，那也很容易照顾新进的小学弟，然后也会愿意教导小学弟一些新的体验。那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一块做得还不错，对。因为他人也非常好，然后非常随和，所以他跟每个球员的感情都很好。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点。磊哥其实不管在场上场下都是非常幽默风趣的人嘛，那
我们以前都开玩笑讲说，其实他是我们场上的教练，场上教练有教练就是每一队球队教练嘛，那场下可能我们都开玩笑讲说，磊哥是场下的专业调整师，因为他总是在不管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啊，或者是去吃饭，他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轻松的氛围，然后也可以带领大家说哦，那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如果说真的要转到行政的话，就是先做一套非常帅的西装，像新安那样，好不好？磊哥就想要谢谢你为台湾篮球做的一切，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非常棒的队友，然后也是很好的学长。不管你在哪里，就是都祝福你。你打球的帅气的样子跟巅峰样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谢谢你。那真的很谢谢你这样一路的坚持。那也希望你在退役下来，那也祝福你在未来的不管出了社会这条路上都可以一切都很顺利。谢谢你在我打球的生涯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直持续的指导我，然后照顾我，然后我们在打新奋战的日子是我这辈子篮球生涯里面最美好的回忆，所以也一起祝福你以后的日子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加油！祝磊哥在之后的退休生活也可以跟他在场上的生活一样，叱咤风云，然后一切顺利这样。我觉得篮球员其实是很单纯的，因为我们的世界里面，其实在前半辈子就只有篮球。那到了退休之后，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那当然也要开始面临在不管是人际关系啊，不管是职场上面更多的挑战。那非常的祝福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一片非常棒的一片天，因为他这个人是非常的随和，所以磊哥加油！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球队，甚至在同一个球队之后，我们能够维持这么好的感情。那也在这里祝福你，然后不管你转换什么跑道，那我们都会一直在支持你，加油！也祝福磊哥在退休以后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有更轻松快活的人生。嗨，兄弟，我是志杰。你篮球生涯你辛苦了，希望你退役以后角色变不一样，然后希望你可以一切顺利，希望你就是还是要保持最好的身体，还是要健康，然后持续你后面更好的发展。祝福他在球场上退下来之后有更好的发展，然后也能继续为台湾的篮球继续有一些加分的作用。磊哥今天就知道你即将要退休，然后从球员的身份退役了。那我也希望说你在人生的下一个篇章，然后祝你能够鹏程万里，然后祝你能够顺顺利利，然后迎接新的人生。田磊，那我应该是国内当过你的队友，然后又当过你教练的，那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祝你不管在篮球界，当然我还是希望你在篮球界上面服务，然后因为你给台湾篮球的一些东西，毕竟你有挑战过 NBA， 不管去大陆或是在台湾留下很多的记录，非常难得。那留下记录之外，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高富帅，而且人非常的 nice， 所以这样的人才怎么可以让他去流失呢？所以我还是要祝福你，就是为我们的台湾篮坛再贡献一番心力，谢谢喽。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